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5，旧历的2月初3，礼拜一。新闻一开始要提醒咱的乡亲，这礼拜空气拢真歹哦，因为西半部的大气条件稳定，这个污染物散袂开。环保署特别来提醒，高雄、屏东、嘉义甲斗六，这个空气品质会来到红色的警示，也就是所有的人上好，拢莫去外口活动。像高雄的空气就有够热辣，一般的面体徛家，迄种沙粉尘的量真大。有乡亲藏伫咧厝内，嘛爱过来挂喙暗，这个衫裤嘛唔敢晒伫咧外口。另外，港科医师嘛来讲，最近有袂少的患者，拢是因为空气歹，致使着目睭真无爽快，来看医生。拍伫外口的衫裤虽然已经洗好啊，毋过还是会烂烂的，因为高雄的空气实在伤歹啊。明明才拄试过，结果阁有一阵雨，连伫厝内拢爱挂喙暗。年岁较大的拢爱食药仔来控制空气污染，危害身体，而且这早就是南部人的日常。前也无啥物肺病，也无啥物啥，即摆变慢性肺阻塞啦。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，分家兰高屏拢是感觉红色。若是以规年感觉红害时间来看，云林台南第2名和第3名，第1名的高雄感觉红害警示，伫2019年竟然有290天。眼科医师观测到患者增加袂少，短时间内无法度改善的空气品质，想要保护目睭，民众敢若会使自救。用冰敷，因为冰敷可以让血管收缩，它可以减少发炎反应，或是使用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，它可以点在眼睛上，可以稀释眼睛里面的一些发炎物质。治头的器官拢是相通的，除了目睭受到伤害，阁有呼吸道。若是发现身体无爽快，要随做好防护去互医生看，对抗空污的威胁。